對一對標先，依家係早上10點啊，咁早咧紅館就有 show啊，而且一場打機嘅 show啊，咁樣呢個英雄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嘅第一場咧就好快就會喺呢度展開，陣間 Toys 領軍嘅港澳台隊咧就會對戰呢個歐洲隊嘅。哇！咁大排場，因為參賽嘅都係世界冠軍級選手。呢位 X-Packy 係第一季 LOL 世界賽冠軍嘅成員，依家已經係一隊電競隊嘅老闆啦。台港澳隊就有4位成員係嚟自第2季世界冠軍 TPA 戰隊嘅，兩強對壘，尤其係台港澳隊非常進取，好快就駁火啦。紅館打機睇過就知道真係好有 feel， 最後台港澳隊以2比1局數擊敗咗對手晉級。8月6號仲會有另一場4強戰，中國隊對戰北美隊，而決賽亦都會喺同日上演。冇買飛入場睇比賽，亦都可以去場外嘅 Festival Zone。咁嚟到呢個 Festival Zone咧係要10蚊嘅入場券嘅，但係都有好多着數攞啊！嚟到刺客信條呢個區咧，就跟住食翻支刺客雪條先啦。佢哋唔係拜緊神或者超度亡魂，而係試玩緊 VR 背包用嘅魔法遊戲，揮魔棒出魔法，可以4個人一齊玩。除咗有新 game 試玩，亦都有懷舊遊戲。不過小朋友就好似唔太知道紅白機叫咩名喎。The Super Famicom？ 現場朋友都玩得幾開心嘅，不過最衰就係落雨。其實我都想睇 LOL 比賽嗰啲咯，係咯。有冇買到飛？買唔到啊！冇想象中咁多人咯，但係可能因為落雨嘅關係咯。咁啊，天宮係有少少唔做美嘅，咁但係整體上都算係順利啦。有第一次搞咗都係好事嚟嘅，即係有一個開頭，咁但係都仲會有啲進步空間。例如可能嗰個安排上面可以早少少通知啦。LOL 比賽或者韓星演唱會嘅飛已經賣晒啦，觀眾可以上網睇直播。而8月5號同埋8月6號喺紅館外面仍然有 Festival Zone 開放俾觀眾買飛入場嘅。